许些有片西游堂，巧女白素贞小亲亲，风雨同追，家山定心。白素贞张破许些门招不来，一个迷字，他。但许些心里想，那么迷信迷了。本来有点后世是大人家红绿一国，过去，非把别人家家长等辈好出来，我一年才12-3个银子。现在迷事到心里面汹涌人作。姐姐，明日为了，明日为了，哦，相公啊，要好得嘞，干嘛你个手拉背？睡觉，真呀？哦哟，相公啊，我看你不舍得的嘞，你还得了给他点灯吧？等到门上了，你都再排队，你看那哈？出来等我，像我这种风头里等待门站，吃得像风干不已。睡觉，何必啰嗦？时光不长，我们开嘴吧。哦，没哈，根本就回头去着啊。是的。相公啊，你说个门啊？晓得噻。搿手拉对了那三样。但没语气的，我当昨天带三夫妻到这个丫头一样。现在一看嘛，山高头像啥不大认得的，两个女人忙忙三板子，留下搿个相公眼瞪瞪眼瞪瞪，大家打得累累不像样嘞。相公啊，我当你两高头嘛，闲话不义气个不是？那啥意思？没这样吧？我还也唱这部山歌给你听听吧。慢慢讲。嘿，你非学头学呢，哎呀，懂的个。啥个闲话讲？非懂的个。我送拨你个，免费个，免费个不？这还多么有？是嘞，你这么两高头手里还义气个不？是啊。那么我唱着啊，相公啊，你说说问啊。晓得。那么来唱啊。好。啥个名堂那个？咦？啊？我朗喉咙呀，开嗓子呀。我一唱嘛，中国哇啦哇啦唱得嗨点个不是？哦，这个唱个前头朗嗓子。你一个哪不懂个？所以叫啊呜啊呜。就是哇。听得蛮好听。是个。来，你别心情呢。啊。马上来着。相公啊。几十里水有门，落地间，一枝娘泪地枝干，欲把水有门回家子娘，随后打手妹妹子个眼，我把那个阿五真个深情的。你讲意大利啊？意大利啊，唱到意大利，你讲我听听后虽然有点不适意，啥体不适意？许些聪明个手拉背，我分相上包大个，文化程度相当高。你要唱帮我听。14岁来动手手，80岁来动到了。哎呀，我再和他先讲，表姊妹空水里的80能够拔对到了。倘若14，我今朝办对，明朝办不上，搿把伞也弄不上，64根骨子顶住的，所以把个手拉背，一唱三歌，手围住前堂门，许仙心里想，越想越肥，许仙。独入山中唱，一日一浮成一双。
一双赤壁登而去，长路哎为侣知分香。手场里向两只标致面孔吧，介绍一口香气扑鼻而来，越闻越香，越闻越香。干嘛是白素贞、小青青身上的胭脂香？不是。花粉香还不是。那么珍珠上香，搿些辰光还明白了。啥么子这样香？白素贞、小青青、峨眉山上打得来，身浪向个自来香，啥么子嘛？树香乃是阿爷香。我想起方才新月季，在那桥顶避雨用转，风雨冬追下对手，隐隐在问是我家山，他问我真心大名，你继续为问我家中可曾配妻饭，为什么这顾他来问我否个半句粉红转，不人讲小家门的哎呀大的，哎呀仔细，今年几岁？安排清，屋里向爷娘做啥事体？我会得拿一点点分门不人讲，凭良心讲，我当时也门里的事体交关多。我要问他真心发明你继续，可人出天去开风浪，我杀与那小鸡人双对，分个名字娘不对做梦一半腔，后事路向不应当。那非黑香，那种香才是后事路香，基本花香，痴心梦想。结婚才要门当户对，于同龄人家千金小姐嫁把于同龄人家公子是一样。那个茶馆店里向儿子，那么去他文堂里向囡恩，又叫汤里来水里去，也是门当户对。我搭别人家小姐，门不相对，反相，乃是黑相，不要。搿小姐这个标致，这个漂亮，眼头平定，满地紫彩，看上去也恶心，真正搞把我水里个把水，反相，不是呀。你要分搞男人，我要分他搞水浪人唱水里个把水，前腔我高头半大天，反相呀。否则我是时时刻刻在想红转。虚心正在眼眼想，虽然定血在前，但这个三公啊，谁他们带在？眼特刚吃一些到青部门，现在一些青部门就到隋堂门，按搿处啊。许仙大大头窗抬头一看，呀，瞧见了，非但隋堂门的，而且刚吃
亲部们刚大刚那倾盆大雨，给他的他压出来了。这个许仙呀，才是小青青老做法。小青青，搿把伞拿上的，搿么呢一根来人搭来，晓得呢门子肯定要来拿把伞，不会比头线风筝。你现在回转去，张铺带过，让你跨边。那跨关着五个老弟兄，罗斯海是地路旁边，把你和五个小猪盒子里向出来，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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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正西屋里向一跳，五个小猪一眼发现，他辣后头手山上砰砰砰，哪吒手辣推，搿手辣被自家分龙清爽当然这个啥，嘘，力大分用，嘘，望正隋唐门。小猪的张铺呢相公落下去，因为你500岁，四句正义之女睡脱，那么呢不开乌云见太阳。许仙想我认为是我觉得一干，落不上雨时间快，回转去老伯伯也担心，本来你也担心，所以付脱手的让你回转隋唐门王永龄店里。老伯伯王永龄打许仙个爷神三过，还有一个叫三喜结拜老卡，三家头是结拜兄弟。许仙个爷来头，王永龄三喜人，一个老二，一个老三，三家头各种要好头是甚至自家亲弟兄。不晓得后首来神三公就是许仙个爷得重病，卧床不起，所以拿2个兄弟喊得来。说我95家人，我为儿子许仙为先。你到2个兄弟看了我老兄面上，当我拿你许仙儿子抚养长大。说老兄，你也晓得，你放心，那个儿子还是你的儿子，你定心追，许仙与你再过。那么呢，神山公许仙的爷一命呜呼。接下来才是王永龄三喜人百里双事，许仙为先，2家头分工。从小到18岁，登了王永龄店里向。18岁以后成家立业，他家部开店做老板，与三喜交拜老卡出同店资助。所以现在18岁，许仙回了王永龄店里，那么发开2台高大老伯伯也在店。到张房间搭了一台推下来，铜钿账簿台浪向一挂，说老伯伯，拿铜钿账目看看，搿个账算得阿对。老实讲啊，你办事我放心。那个小囡啊，做事体清清爽爽。但是，别过你哎呀，外头典当里向去白相相。哦哟，许仙拎得清。人然我出去睡觉，刚才西游边上兜这个圈子，你想想看，2、3个时辰过去，老伯伯意思叫我到外头里向做做生意，搿外头典当里做生意我便当，我得了该搭隋唐门年纪么小，出名包发财小先生，搿点许仙不是海话，随便上方子来，许仙叫得看1遍，用不着看第2遍。马正家差点落牙，不过身子到帮海树里向抓牙，放到灯盘里向，拿个牙来撑，搿个凳子也不会翘起来，也不会荡下去。包得现在新法叫再加营业员。不过今朝许仙不对，为啥体嘛？把手成一个迷字啊，迷了自己的心。本到外头典当里向一塌瓜子观察3日。你龙子打10遍也分弄清爽，说不可能，那也打10遍，不相信。摆到外头，刚才这方观察3日蛮清爽，观察3日晓得，观察3日2只标志面孔，哎呀，啥么子？再回过来，观察3日，观察3日，明早去拿把伞，你想想看。完了，观察3日，是啊，观察3日，等到几10遍下来，全部弄清爽。那么回到里向，说老伯伯，
同地账目一对，同地账目三对，一点不对，啥么子？那把伞呢？64根骨子定住个。哎呀，许仙一下难为也是。搿把伞发下搭来讲，毛毛闪闪叫把两张标致面孔，一门着拿得来。许仙本来不说句话，今朝龙江特那把手这个迷是迷了子，搿么呢说上句话，到底聪明反应快。说老伯伯是搿样个，那今朝关照我凌晨时出去睡觉，那么早浪向一早出来，天气是蛮黑，但是那把伞64根骨子定住，我拿了水里向。吃力不过要爬山，那么到青浦门外前腔朋友屋里向，我拿把伞系了里搭。我是凌晨时睡下早，转来到你的屋里拿，不晓得等我睡下早回转去拿，你到夫妻去原先要分排着。十个包老伯伯，明朝早浪向来，我干巴呢？王永林一向相信拉着过虚心，那么说这个，今朝你也辛苦着，早点转去。明朝来，搿把伞打得来，一手两，许仙搭其他人两样，王永林特别照顾。过去后期小年才7时典礼，许仙半夜回转去，为啥体？爷娘死脱，回转去有个阿姐，一个家夫，大阿姐3兄弟。这个阿姐当许仙3个儿子这样欢喜，一日天不看见。困不着觉，所以半夜日日祭地投入。那么从王永林店里向回转自家随堂门屋里，看见阿家家父佩戴片刻，上浪困觉。许仙一日天生意做下来蛮吃力个，一到上浪，马上昏倒来，鼻水涌涌而水，不晓得今朝困不着。这个迷是迷了子心里幻想如想，如想幻想。明朝去拿把伞，碰上标致面孔么哪样讲？我没先讲啥，倘若你问我哪样回答？还在上心事，别了不老别。本来老早困得2家半天再困着，一小一个10点来着，困得还爬得还。本来到店里向做早是6点钟。现在喊当休过去，已经8点开过。老伯伯，今朝来得晚，请来多多原谅。说难得个，那把伞呢？要先快把伞还不来得及去拿了呀。说老伯伯搿把伞没这样的，那么昨日到夜里向转去呢，有桩事体，本来想跟你商量，清明交接单，你阿叫夫当我商量，也想过个节。几你死脱个爷娘了来祖宗，今朝阿哈搭你请假半日天，让我回转去帮你阿叫夫忙，这些不帮，你都三弄弄，阿来塞，啥么子？那如果你要转去过节，既来祖宗都死脱爷娘，所以是阿叫夫关照个，那个把伞拿忘记脱门站我把呢，没好。你既然有这样的小人心，今朝老伯伯放你半日天假，你还啥吃饭？吃饭回转去。许仙哪是暂时1分钟，马上吃饭，吃好饭转念的老伯伯，我也不是搿部节法还搭你讲，今朝要去拿把伞看2张标致面孔，哪是激动？发开2腿，哈当。望正青浦门外而来。那么红绿一个把手真拿下呢，回到这屋里向还是飞来飞去，夜天分困着。你拉拉心，今朝排队的年轻相公，不知也是我的恩公啊。后头来冷之阴阳，一卡一手，哦哟，哎呀，的确是我的恩公，总算把我寻着子。我寻着恩公就也拜恩，那么哪拜恩呢？再还问我终身托不离，两家的成为一对小夫妻，恩爱过一家，搿来么见拜恩。但是饭吃呀，八大神亲不是这样便当的，啥体么为一美人呢？这个，我大概到红尘当中，一个人侪不认得，我去请啥人做媒人呢？搿倒是桩难事体子。
哎，现在辰光对回过来看嘛，边浪向厉害个三青青的很。蛮好哇，正在该桩事体了，我就套子篱笆。啊，青儿，小姐，欲抓诗情，也与你商议商议。什么大事呀？那。听懂，我当啥？你当我讲，昨日夜里向一夜天翻来翻去困不着。伊拉问我for做为点啥？乃哪问我？问乃自家肚皮里向吃萤火虫杀量，我乃当子我讲个。昨日搭搭乃西湖边浪碰着搿位相公比一辈子人来得个，谁是乃要寻个恩公？对呀，实如在。今朝要来拿布赛个。所以，拿了啦，东南京相公来，拿拿个终身托巴里，晚上日向么自也困不着。那么，你讲起讲哎，那么我还打你来去讲对讲呢，装讲中位。呀，小姐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大不如在西湖边上送行，溜达溜达。要把手针对比妈妈，有些觉得呀，你得没话个哇哈。你明明已经听懂着哇，现在辰光让他当我咋讲哇？哎，青儿啦！大红山，禁止你谁？那么，小姐，乃系什么？
姐姐，相公来了，你别怎样？他说的是，我也拜托你。托我怎样？托你带你与他对一对。对是什么？哎呦，你今朝也别上我走啊！就当原来把情开。对的，妈妈那种在多好的，我不得呢。红梅山上下来，师傅关照我随时要帮你施教忙。两吃牛，水为真果。那么有啥来经过讲？我做那屋里那是写家，我又为要搞起讲来搞客气。那么今朝还要打理累累不想想，那当时红人当中美人还走，叫我做媒啊？红人当中美人做得还不是要美人，做不还马美人，大美人才有的。说起来个头面面个你个轻浮之男，做个哈，摆在地上，地旁分切上，砰砰，你光但是好大个呀，小鸡呀！我与你没有同生长，在我们送儿来，敌人去做他妹，红人的情，随后呀，这怕我小皮不为待。小姐呀，你们记住，心爱说这个，跟他来是你当面的，小夫妻后别怕谁？呀吹！给你妈妈分包那神情，你已经比小夫妻子，你也太夸张吧哈！哦哟，哪得个子哇？可是不来讲，现在该桩事体被拜托那个。把说真正女的本来下山辰光了，两家头讲下个。知彼相称，现在我要托你做媒人这样，还是的，我来拍拍你马屁，介绍你妹子吧。哎，姨妹呀！不灵，俺拍马屁，为啥体下山辰光师傅诸葛娘娘再三关照，你都胆子费几几了？不能姐妹相称，要知彼相称，本来要落马家。那13里上姨妹，肯定有啥个事体，打打嘎子，不给呀，姨妹呀，不给呀，姨妹呀，姨妹啦，不给呀，不给。非人是我吉兄为。发觉崩子，让俺听事体成功，让我上路一路吃3杯喜醉。可是三姑娘烂床台，对你妈妈呢都接脱的，一塌瓜子红绿一锅，我不打那两家头。这个相公来，不是我不打那做媒人，不觉得你自家做媒人。看见别人讲相公来，嘿嘿，相公啊，我想告白呢，别人讲相公会好个。封建社会，你把他现在不种事体，你最大规定高浪向忙忙散散，3饭厂搬过来一个小伙子，倒蛮神气蛮潇洒，还有这个小姑娘看见子上去拍拍肩膀，说听啊，嘿嘿，我想告白呢，最好咋样的？富贵富贵，封建社会，男女贵授受不亲。
那小家自家不爱做媒人，所以我来做媒。你别急，我夜里还分困着，但是我想过，觉得相公昨日到那个米拉里心里紧张过来，并我小亲亲三寸不来之时，单独红绿色情，让到当压人情。啊，姐姐，你们对其放心，只要相公到来，一切与小婢在此，你们当为神亲。哎呦，当阳神亲啊，想说三位夸大点讲。啊，亲爱，那么既然如此，你快快下得来的，看看相公，他可来了么？哦哟，这啥他在玉手了？那么些觉得得，下来，到红绿一国门口候等许仙。许仙，老爸把王永林打十字巨话抱特两下飞呀！发开两台，哈当，忙正青布门外过来，辅导片刻，到青布门外抬头一看，呀，几两啥体？只看见该大的一只祠堂，香台必大，七处不动，清朝也人人上，一只16公祠堂。里下大棺材、小棺材放置不少，棺材被雨中来特死人哭浪的也看得出来。我得来上红绿一国，哦哟，我讲，昨日到船上碰着2只标致面孔，不是哈们，骗我船的，搿点船的带算我出卖的，也算是搿把364根骨子定住的，外头马来马不上。哎，看上去一个人不能来着，搿不来着也相当水平。下趟我也继续教训，搿么呢哈，没办法，只好回转去，带我回家去吧。相公，呀好呀！刚才看来看去，分看见人杀伤地里刮啦送菜上相公，头回过来一看，呀！奇怪，不是别人，谁是昨日到船上碰上个小姐？我倒是说，原来是姐姐。啊，相公，你在开水什么？这句闲话问得漏过，奇怪，问我那看点啥？你哪问得出来？我们那寻到红绿一国大人家房子，姐姐，我在寻找红绿一角，口神开见。看见张祠堂，大棺材、小棺材、死人窟窿的也露出来。莫玉，哎，相公啊，你还依热啊？姐姐真记得。那，你去开礼。嘘，爱他。哎呀，我也不是近视眼，还不是眯起眼。刚才行至半日，分看见红绿一国，这个小叫小猪的这里子一坐，你看，一只红绿一国，沙口门沙狮子，乌咚咚一只大房子，三个地皮地路刚才叭炸出来。哎呀，别人讲你大韭菜不长得这样快，我那行至伢半日寻不着，你这里子一坐，谁说出来？姐姐，这谁是你小姐的夫人？哎，是的。哦，要相公，我家三姐在的里边等你好久了。你都不要注意看那里下等着我上月子，可是我没得子现在，真的吗？是啊，你跟我一同来吧。姐姐随便应答。相公请啊。是。那么个小亲亲，拿个须线一大笼忙着里向打进去。这个房子大啊，里向堆草出子，带上里向一个书房间，那么那门推开，拿这个人忙着里向打进来。啊，相公，你也只见三头片刻，像我们那区谁来的？大人家，小主的事体都不够，一入定身体，你马上出去，肯定有啥事体做。
姐姐又是这个清白。哎哈哇！得，马正外头出去，看见小姐出去，许仙呀，叫啥从了书房里向呆脱了。搿张眼睛的激动子来对四面看，只看见搿只书房琳琅满目，书画堆里，古董玉器，搿种物事经过了让我从来分看见，把到现在新发搿种装水80几户豪华，到底大人家。但是搿家大人家房子多，气派大，一点不灵，人头特色。啥子？搿小姐刚才领着我进来，端菜曲折，几经盘龙，几条龙堂追下来，我啊记不清爽。但是不看见第二三个人，谁是小姐一家头？现在关在我书房里向坐了了，许仙辣辣看，没还只书房。呀，那当中搿副对联当中副中堂绝字，侪七发搭布。当中啥么子？达摩拉祖。许仙想我懂个话，达摩拉祖和尚过了庙堂里，那大人家弄到当中来，啊，边浪向两副对联，还要几块。上一里生意兴隆通四海，下一里才女美人大三江。这个许仙乃是也弄不清爽，啥人弄的是小青青弄，连读书传不得该搭的一只17公祠堂，把手指四句真言真语，砰，变只红绿一角。那么大人家红绿一角里向书房里不能空荡荡，总归要巴适，张望，关着小青青一日上家伙，家不上路过庙堂里向一副大摩拉祖，在盲阵当中一过，不晓得发色的，小脚里打把手针不动，不吃烟火人。那么搿副对联是关在我个老弟兄罗四海市地路旁边白泥花去，你懂我个小句还不吃烟火人？听子呢，小青青思说闲话，出去家对联，青布门龙堂开一盘新开汤头店，老板关在后期钢铁贴出来副对联，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为人大三江，但没灵光，不晓得把个旁边人四句一眼发，一句拿副对联弄到书房里一贴，才弄出。哎，别个搿点高尚考究，是用墨开黄呀。这个许仙打进来到现在，这个心啪啪啪啪跳个不停，只听见小青青一声声音：“我家小姐吃饭了。”小青青来送馒头个，那么呢要红绿色情，无为继续。